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饶平客家人聚居的彰化永靖。这里有一座建筑中实地，是清代台湾教育的官方重要学院，以前被称之为老师府。对于重视教育的客家人来说，是令他们骄傲的古迹。老师，我来到这个中实地啊，这里是你土生土长的家。对、那你带我来到这个建筑，这建筑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哇，我们这个中实地哈，以前叫做学宅邸啦，那晚近叫做老师府啦。那我们这个是在1866年完成的一个建筑物，当时主要建筑是五品官邱翠英，在这里挂了一个叫明经匾，明经2个字，在这里教书。然后他教的学生哈，就来这里读书。读完了，课考了，这半年啊、1年啊，优秀的由邱翠英盖章保证，然后他可以去台南府城考试。彰化县的员林、埔心、永靖、田尾等乡镇，目前仍有超过60%的居民是饶平客家后裔，但经过了200多年的岁月后，饶平客语在这里几乎已经失传。邱老师认为这是非常可惜的，于是他致力推广饶平客语，希望能保存这个珍贵的文化。那这里的客家人是不是比较忘记自己的母语，就不太会讲饶平的客家话了？啊，前不久我们去做一个比较地毯式的寻找，几乎是零呐，就是你生活上用的几乎没有，所以我很着急，因为我们彰化的饶平客语，就我来看，至少消失50年以上了。我现在开始教村民的时候或乡民，我第一句都会教我们在地100年的俚语，叫做“永靖冰棒冷冷硬硬，人称几本冷冷硬硬”。所以老师，这个2个门帘也是可以用客语来念吗？这个门帘是我们老师府1866年哈，我们邱翠英这个五品官所留下来的。来自门庭许锦铺，福星可及必冷等。除了中实地，永靖乡内保存有许多传统的客家建筑，比如说客家伙房就达数百座之多。除了物质的文化外，邱老师认为非物质文化的客家语言同样需要人们的重视。近年来，老师教导许多国小的学童饶平客家话，就是希望能让永靖的人们再度学会说自己的客家语言。